接装个油哈，粉的直接装个油哈，要粉的当好，装好的油粉的当好用。冇办法打扫，要装好的哈。搅搅啊，免洗筷拿着搅搅啊，搅搅啊油啊变染起来。一般家庭主妇请将拄到个手油烟机油苗，淋用眼里阿婆，轻轻松松就是得洗到清清丽丽，靠介就会了解清洁粉。莫讲唔可能唔知，阿婆所用嘅那条白色嘅粉，系佢亲有此性嘅发明。淋用眼里来研发清洁粉，要对30万年前就挑呢本圣人淋讲起。特别都看书啊，看黄豆一定好。黄豆嘅系田方嘅牛肉，嗰黄豆醇啊，系做日本嘅书写个木桶药片嘅翻炒，嗰对一个钙质啊补充当好。所以我就想讲，人圣人啊，嘅经济行苦买好嘅东西比什么多啊，系都煮头呢本圣人噻。有一日。淋用一里冇到路巡航沽货，泡泡罐嘅头呢不出来，在因为呢意外发现黄豆嘅好处。黄豆是咪铺出来呀？那就随便拿着安尼搓啊，搓啊去哇，用安吃，搓啊就拿呀，可以拿着洗碗，拿着搓出盐机，抹开就搓，哎，用安好。所以黄豆粉。开始变做淋用一里传承嘅布，当时生意还唔完难。直到了10万年前，黄豆清洁粉才受到外界嘅批评。因为到国家头讲讲黄豆呀，会有氧化脱皮。也可以食品添加物。伊咧开始装个都罗种的都放个鸡粉，听伊多的就是碳酸钠，因为小苏打。黄豆粉为促进河坝有氧化，了解大家并无打网淋用一里，颠倒本期国家上研发环保嘅清洁粉，根本无学历基础嘅淋用一里，相当细汉时嘅清洁粉拢系天然嘅，所以伊决定对一道食材来做。一下讲苦茶汁。当时的苦茶汁是人工做的，含有油脂头的。当战争嘅下冇茶具好用啊，突然全用一个苦茶汁粉头取代啊，吼，所以茶汁粉都含有皂素。伊也将白色嘅粉涂太屋底部建胶，了后还能够变到另外嘅屋处理。加上按到混合机，按到材料落村下，个含去加嘅豉油，我加比当原以后些嘅，将来也像磨粉嘅，所以最简单都含去两台机器。有条持果拍拍嘅粉，就会淋用一里用心研究10万年，将通过国家认证无毒嘅家庭清洁粉。呢个方面，总算为之前受到批评嘅黄豆粉程度替代品。人哋化学品啊，为到毛细工业吧，脱个毛细工业落去后唔得出咯。一个日本书我看当多啊，日本书饲养用老鼠的毛拿来剃脱，用洗发精，或者洗碗精安尼擦落去，3、5日啊，内脏都泡裂了，都洗脱了。既然要做清洁粉，淋用一里就会坚持环保，所以涂了一包1公斤装嘅产品。到2年外前开始卖嘅时，除了系鲜血结晶，更系有点淋用一里对环境嘅关怀。我讲60年以前，网友用茶骨粉以前咯，整个冇乜嘅癌症咯，一个茶骨粉都流到水都好以后，佢嘅问题就出来咧。里面都冇办法，佢有效全部失去脱咧，所以佢脱水完全都保留得。
采访嘅过程当中，林阳业里总会见提倡环保嘅重要。已經82歲嘅佢，我有安尼嘅認識，可能係因為細漢時嘅好風景已經已經已磨滅。細細個去河壩船上看得到下公啦，唔係同佢潮，一以後根本看唔到嘅啊！一下聲人嚟看得到人哋唱歌，所以我就經常講，唔看人在60年前山明水秀以後嘅，今日河水那有個強，春這個3度風嘅，真看得到強水多。有心情嘛？林陽業里細胞用其研發嘅天然清潔粉，成攏係烏輕柔嘅膜，唔是結構，效果暫時看得到。唔講人小其手風鹹菜是個小香，林陽業里把握任何機會見宣傳，因為當無簡單發現到了解對環境當好嘅方式，所以我本大家攏知。